做大家要歡喜快樂嘅心。嗱，食家呐，沙回你行道啦，我相信啊，思想上下食家咪達到要反嘅心、小嘅心、要驚嘅心、準嘅心，就係從呢個經節用緊，在呢個詩篇55第5節及第6節按用緊講到，我嘅心中的小嘅講，遲到要為時望集同嗌嘅講，然後我遲到要驚要準嘅心。我嘅心中的知道啲恐怖嘅，咪逼到我，咪包圍到我啲恐怖嘅。嗱，當然啦，自家人啊，就要知道用嘅講法啊，用嘅修理法啊，自家心中熱天有平靜，心中嘅熱天知道唔停嘅心，思想也翻。當然自家知道做家唔咩，做靚唔咩，自家咪驚咪準，變到冇停嘅心。但係我接下嘅經節講時間啲一個大會嘅經驗，在呢個詩篇62嘅第3節，單向春前上帝，我心裏的得到天，因為到我嘅得救都係從上帝嘅力量，佢都係我嘅憑實，也係救我嘅主羊，我嘅生寶，我嘅腳唔係搖動。嗱，兄弟姊妹係要使我小驚準反嘅心。你來到上帝嘅面前，向前上帝，自己禱告，因為到上帝都係自家嘅避難所，佢都係自家嘅生寶，佢都係自家嘅憑實，亦是穩嘅、強嘅，佢咪照顧自家交錯問題，自家講佢啲禱告，佢咪自家通使，佢又唔係本自家腳步交通，自家嘅心中嘅信心又唔係交通，才讓人自家向前上帝，若謙卑嘅心。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佢嘅恩典，因為到上帝熱天加加通使，佢分明佢啲自家驚自家準，因為到自家心中嘅得到平安嘅啊啲，嗱，所以呢，自家來到佢嘅面前，自家得到天嘅心意講，盼望天下並出嘅喜，自家得到佢嘅恩典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